今日天氣好好，所以可以出去郊外玩。喺 Vero 屋企揸30分鐘到就嚟到呢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喺正門口就有得免費泊車，好方便㗎。呢度叫做 Nutrition， 係一間24小時營業嘅奶場。首先有隻真嘅白馬王子歡迎我。入場係唔使俾錢嘅，樓下係擺咗唔同嘅販賣機，可以買到牛奶、雪糕、咖啡同奶昔等。樓上就係有全英國第一個睇現場揸牛奶嘅觀景台，仲有一部分地方俾你嘆樓下買到嘅產品。有細路或者 BB， 呢度仲有一個迷你嘅 play area。成個揸牛奶過程大概10分鐘，有5部曲。首先啲牛牛自己走入呢一個旋轉牛牛揸奶台。跟住啲工作人員會檢查佢哋健唔健康，再清潔佢哋個乳頭。接住落嚟嗰6分鐘就會進行泵奶嘅過程。泵完奶除咗儀器之後，牛牛嘅乳頭會再被清潔一次。搞掂晒隻牛牛就可以離開呢個旋轉台，返去休息。睇現場泵牛奶時間有幾個選擇，分別為朝頭早4點半到9點鐘。中午12點半到下晝5點鐘，同埋夜晚7點半到11點半。臨走梗係落去買返樽咁新鮮嘅牛奶啦。買咗個樽就可以喺隔離入牛奶，有細同大嘅選擇，仲有好多其他味道選擇添。不過我份人好悶㗎，淨係中意食原味。佢個牛奶雪糕都好滑，同埋重點好奶，好好味喎。有得玩有得食又有得飲，你哋都快啲去啦！